歡迎大家再一次嚟臨我關楚耀嘅 video blog， 名我都改咗㗎啦，以後就叫佢做四面楚 blog 啦。四面楚是楚 blog。其實呢個四面楚 blog 咧，只不過係開張咗3日啫，3日。但係呢3日裏面咧，我已經收到好多非常之好嘅 feedback。例如話哇好搞笑啊 Disney 嗰個 clip， 跟住會話我哇覺得呢個video blog 嘅 idea 好新啊，因為可能好多藝人朋友都未嘗試呢個 video blog， 咁我行先啦，我行先。咁係啦，即係我聽到呢啲嘅 feedback 啊，睇到佢哋留嘅 message 咧，好多謝大家，真係會令到我做得更加好咯。所以自己真係搞咗個 cloud production。咁就擺埋落去啊，仲會剪埋片啊，配埋音咁樣添。咁希望我個 blog 會越搞越好啦，亦都會有更多嘅人會睇我個 blog 啊。仲有一樣嘢嘅就係好多謝其實已經有一份嘅報紙咧，已經係講咗我個 blog 噶啦，只不過推出咗2-3日就已經刊登咗我自己嘅 blog。好多謝嗰份雜誌嗰位記者朋友，非常感謝你幫我宣揚開去。仲有最緊要係多謝你哋繼續幫我宣揚開去，發揚光大。明知苦得很，何必犧牲到那樣深？做個悲慘世界的代言人，如何能自命永恆？好消息一浪接一浪啊！計我呢個 blog 咧，四面楚 blog 都算係幾成功嘅時候咧。下個禮拜一12月8號會推出我第3張專輯嘅第2個 version， 因為第一版呢個 version 咧已經賣晒啦，賣得778啦，所以為答謝大家嘅支持咧，會推出第2版嘅。第2版咧就冇咗煲呔呢一樣嘢，好可惜。咁但係會送啲乜嘢咧？會送我而家身上邊着住呢件 Hello My Name Is 嘅 T-shirt， 呢件 T-shirt 係由我親自監督設計嘅。所以到時如果頭100位朋友去旺角指定嘅一間 CD 鋪度買碟咧，將會得到我而家身上邊着住嘅呢件 Hello My Name Is 嘅 T-shirt 嚟嘅。12月8號喺旺角，時間有待公佈嘅代言產品會派俾可能圍觀嘅市民啊，圍觀嘅所有人嘅。咁到時如果大家想攞到嗰一樣我代言嘅產品咧，記得12月8號星期一下晝嘅時分喺旺角指定嘅行人專用區。仲有大家得閒嘅話咧，可以去以下呢一個網址度望一望有關我嘅新聞啊，甚至乎我最新嘅相啊、最新嘅消息都喺晒裡面㗎啦。多謝晒兩位少女。有咩啊？好嚟，請講。12月8號，做咩咧？12月8號。多謝晒。12月8號。何必犧牲到那樣深？做個悲慘世界的代言人，如何能自命永恆？